各位同學早晨，今日係國慶活動日，我哋會準備進行扇面繪畫。扇面畫係中國歷史悠久嘅傳統藝術品，歷代書畫家都中意喺扇面上面繪畫或者提筆以抒情達意，蘊含深厚嘅歷史同文化內涵。就等我哋而家一齊嚟睇影片，認識呢一種文化。治癒小物係近年中文媒體十分流行嘅詞彙，習慣咗忙碌生活嘅現代人手上把玩優雅又製作精美嘅小玩意，愛不釋手之餘，亦都可以享受一份清幽閒適。咁樣生活喺古代嘅人會流行乜嘢可以陶冶性情，又能夠彰顯個人品味嘅治癒小物呢？摺扇係十分古老同實用嘅藝術品，係文人雅士嘅小玩意。扇面可以畫上詩畫，扇骨可以雕繪圖案，摺疊起嚟又可以收入懷中或者衣袖之間。喺古代就有懷袖雅物嘅外號。經歷咗幾個唔同朝代嘅演變歷程，製扇技藝喺明代嘅蘇州得以大放異彩。喺當地發展成一門獨一無二嘅民間手工藝術，至今係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，以雅致精巧同充滿藝術色彩而聞名。學習製扇嘅人最先練習精煮竹做嘅扇骨，曬烤、打磨、鑲嵌同燙釘，再到安裝扇面同油漆，每一個工序一絲不苟，普普通通嘅扇都有咗不一樣嘅情趣。由蘇州製扇工匠打造出嚟嘅扇被稱為蘇扇。蘇扇仲以水磨代替砂磨聞名，以浸泡過嘅木拆草反覆印磨，再用榆樹葉慢慢拋光，做出工業生產都唔能夠模仿嘅淡淡光芒。蘇州又係檀香扇嘅發源地，啲扇散發住天然嘅木香。嚟自蘇州嘅製扇大師盛春9月開咗一場分享會，向嚟自中外嘅網上觀眾介紹製扇技藝，由創作復刻嘅故宮床扇，去到為法國羅浮宮訂製嘅精美蘇扇。盛春係當代國際間其中一位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家代表。自古以嚟，唔少歌舞同傳統表演藝術都以摺扇為道具。古代嘅文人雅士又喜歡隨筆一揮，喺扇面上寫上詩詞名句，使到扇子嘅藝術變得更加秀美名貴。接下來可以細心觀察教學影片嘅示範，如果過程太快，可以請老師慢速播放影片，首先進行練習，最後有把握嘅時候再直接畫上扇面宣紙上。
家就係大家嘅創作時間啦。首先每人會有一張線面嘅宣紙、一支大毛筆、一支龜筆、練習同埋墊台用嘅報紙、一個水杯同埋裝墨汁用嘅碟。特別提醒同學切勿開風扇，以免將墨碟吹翻，以及喺倒墨同裝水嘅時候要特別留心。